上巳节，我都陪你好好过。抓到了！我抓到了！小姐，快尝尝。尝尝我的。我给小姐做了这么久的饭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她最喜欢吃什么？这里僻静清幽，风景绝佳。要是能多棵花树，就更添色彩了。沈公子，你忘了，这里原来是有棵花树的呀。当年我们搬去江都，家中无人看管，小姐就把花树给移走了。穆公子，已经清场了，陆姑娘正在大堂内等候。